1950年3月7日，前苏联总书记斯大林因为脑充血，在莫斯科过身，享受74岁。斯大林在苏联成立后，变成苏共的总书记，执政前后有30年。伊推动计划经济，让这个苏联为农业社会快速转型成为重工业甲军事大国。不过，伊高压统治期间，被台视也是咬死的苏联人超过250万人。 大韩民国政府为了感谢孙院长，率团祝贺全大统领的就职典礼，特别在孙院长启程前安排了隆重的军礼欢送。1981年3月，当时行政院长孙文璇带团到南韩参加当时的大统领金斗焕的就职典礼。到7月，孙文璇准备离开南韩，返来台湾的迄一天，当时的南韩总理南德邮鼎政界人士，伫当时汉城的金浦机场欢送孙文璇。